热。刚才冷。哦，台北真的冷呢，那个风。我在台东，今天本来很怕赶不上来，我就到飞机候补啊，就刚好有一个，因为那个小姐说，立龙航空的，她就说我们没有位置了这样，啊，去华信也是这样。我就刚到有一个女生要去立龙航空的柜台办退票，我就说啊，我就过去，小姐可不可以卖给我这样？啊，就有这个飞机票，所以刚好捡回就是不是捡回一条命，对，我今天讲话怪怪的。那你今天对，不然今天可能就没有他，就没办法。其实我们有准备2种歌单，以防那个什么。不时之需嘛，对啊，啊，太久没有去学校，所以，对啊，就是我就赶过来这样。我没想到台东，哇，根本用不到夹克，我这个里面还有一件，我就把这个外面还有脱掉这样，结果来到台北哇，我马上穿了，差点跟地勤人员借他的雨衣，好冷哦，台北风，还有现在讲话马上有点怪怪的，我先喝一下水。好了，新年快乐啦，好不好？你们我现在还没有敬你们哦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台下谁是谁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。就说他没洗头，不敢脱。很冷啊。他的毛毛也是刚刚才买的。我的毛毛在那边买的，刚刚太冷的时候，我就去买。今天下午一练头，他马上就说：“Kilo，等一下要去西门町买毛毛。”早知道我就进。因为好热哦。还是脱掉了。老师跟冷气可以强一点吗？头发算了，我没有偶像包袱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场谁有梳子借一下？我先出分。没有。我们的化妆师呢？化妆师好像刚辞职。对，像我这种不好画。那个班。很浪费粉底。这样应该有卖石灰吧？加水你直接涂呢？你不会问我们会不会刺还是辣？就是买那种50公斤一袋的那种。25斤一个人一袋。大包的。好了，头发就随便弄乱一点，有型变没型。接下来这首歌不简单，我们一起看45度角。是什么歌？你是说？来，老主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它是一首山地民谣，其实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创作的歌曲这样，然后我们就用一种比较诙谐的方式去给它呈现，这样子是吧？好像是吧。这首歌叫做《山地小姑娘》，你看有人有听过那个吗？有一位美丽山地小姑娘，嘿嘿，她住在高山上，之类的，天天的等着你抓泥鳅，他们说蒜头、大蒜这样的菜的东西放这种歌，有就连不辣的，还是被骗有5、6根呢，这里面要加辣是不是？买辣椒，又香又臭的臭豆腐来了，到底是香还是臭？你自己决定。所以我们就这样拖过了5分钟。好，这首歌就这样子唱完了。好美，好，那我们上半场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。好，这首歌还是要唱一下哦。我们还是唱一下。就听看看是什么感觉就其实也不是什么好的歌了。去听看看嘛。开玩笑，开大了。原唱者在下面。可以。乱讲的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就听看看这个改编的《山地小姑娘》，谢谢。